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咧，大家可以見到一個新面孔，係我哋跟咗我同事10幾年嘅一個同事何醫生。Hello， 大家好。何醫生真係喺博業嗰度返咗成10年㗎啦。何醫生咧雖然係講翻普通話嘅，但係何醫生就因為接咗大量嘅香港客人，佢而家完全可以無障礙，可以聽得明你哋講白話嘅，所以咧大家有需要揾翻何醫生嘅時候，當然我哋做手咧係絕對講白話冇問題嘅。今日咧我就請翻何醫生幫我哋講翻好多相關於美學方面嘅修復何醫生你好。你好。嗱，何醫生係咁噶，今次咧我哋討論嘅話題就係好多。我哋叫做牙列不齊嘅選擇，牙列不齊即係牙齒生得唔整齊啦嚇。咁即係話好多咧呢種類型嘅客人過嚟揾翻我，係咪一定要做箍牙？請何醫生解釋下。一般呢，我們是要看牙列不齊的一個情況來決定的，不是所有的牙列不齊都是需要做矯正才可以解決的。我們也可以用一種貼面，甚至微貼面這種情況來解決牙齒不齊的一個方法。等陣嚇，叫做貼面。貼面可以咧，微貼兩種，都可以。根據你不同嘅情形去做選擇，係咪？對，是的。咁即係話咧，我哋係一般係咩情況之下？當然而家都之前講翻有好多叫做咩隱形箍牙啊嘛。對。隱形箍牙同埋咧貼面同埋微貼咧，即係我哋一定要首先要了解到俾醫生睇你適合邊種。對，這種情況決定呢，也是要靠醫生來幫您檢查口腔的情況，才能建議你使用哪一種。也不是說所有的也是適用於貼面。咁你講翻下邊隻又適合貼面多啲呢？比如說你的牙齒只是輕微的不齊，或者是有縫隙的情況下，我們是可以選擇用貼面的。但是如果你的咬合方面，包括你牙齒很擁擠的情況下，那我們肯定是不能用貼面的。咁跟住咧就貼面微貼同埋貼面，佢操作方面有啲咩區別呢？貼面的話呢，就是需要我們去表面要把牙齒背到0.2左右的，對，要磨。然後微貼呢，0.2到0.5左右。對，要看你的牙齒顏色，包括一個牙齒擁擠程度來決定被貼面的一個量。然後微貼呢，就是你出現了牙齒縫隙，然後我們已經不需要說是再去留這個位置，我們就可以直接用微貼，就不需要磨牙。就好似呢啲咁樣嘅。對，就像這樣的情況，佢係唔需要磨你牙齒嘅，即係話咧，你可以通過你嘅微貼咧，就直接喺上邊加兩個好薄好薄嘅線，透明咁樣貼翻上去，跟住咧就成個都關埋。對，牙縫關齊之後的話，它就會很漂亮咯，很美觀，笑起來也會很自然。即係話咧，而家咧我哋有好多種技術可以解決到你口腔入邊即係牙列不齊嘅。當然啦，呢種牙罅疏咧都係叫做牙列不齊嘅。嗰個頭先何醫生講翻咧，你假使牙齒係出現咗好逼到，假使係好逼嗰種咧，就通常就唔建議通過貼面去修復嘅。對，咁呢個時候你一定要箍牙，就要矯牙咯。所以咧就真係一句話咧，你唔好靠自己去想像，即係自己牙齒可以如何去處理。其實蔡醫生都貼咗2個貼面㗎，貼咗起碼有10年㗎，而且而家貼面真係好堅硬嘅，我就乜都食㗎，連個蟹鉗都可以咬㗎。其實呢個我就唔主張你貼咗貼面之後去咬蟹鉗嘅，但係咧作為醫生嚟講，因為我係貼咗2隻，係呢2個牙齒貼咗貼面嘅，所以咧就基本上我中間條牙齒係冇牙罅嘅，跟住咧呢側邊係有比較疏嘅。我做咗2個貼面啦，大概有12年啦。而家用翻真係好 OK 所以咧而家唔係話吹係點樣，最關鍵係你適合邊種。其實我講個秘密聽啦，何醫生做過箍牙㗎。是的，我是拔了牙做的矯正。掹咗幾隻啊？4隻。係咯，但係而家何醫生牙齒幾整齊，大家有機會去睇何醫生，何醫生可以
俾你睇下佢之前箍牙同埋箍牙之後個分別係有幾大。其實真係啊，箍牙佢嘅好處，貼面係有貼面嘅好處，只係你適合邊隻，醫生俾建議你係適合邊隻嘅時候咧，適合你嘅治療㗎啦。好啦，今集咧我就簡單介紹一下，即係話咧大家都知道咧牙齒嘅各種唔齊或者係我哋叫做牙列不齊嘅時候咧，有邊啲選擇？其實就好多嘅，就有箍牙啦，又係同埋微貼啦，或者係貼面啦，都可以解決到好多問題。當然啦，呢個咧至於你牙齒情況係點樣，你可以過嚟揾我哋海生啊，到時咧一定可以俾一個最適合你嘅方案嘅。多謝大家，拜拜。拜拜。